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6月15日，咱做来读历代志上卷第19章到第24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19章，后来阿文人的王纳哈死，伊的囝哈伦续接伊做王。代表讲，我要好款待哈伦，因为伊的老爸纳哈以前好款待我。代表因为哈伦的老爸死，就找使者去甲伊慰问。代表的言行到阿文人的境内见哈伦，要慰问伊。毋过阿文人的领袖对哈伦讲：代表派人来慰问你，你想讲伊真正尊敬你的老爸哦？伊的部下来见你，敢毋是要详细侦探这个城，看要安怎甲咱征服？哈伦就掠代表的言行，甲因的喙手提起来，佮整顿因的衫的下半截，互因露出下体，然后赶因倒去。有人将这人所拄到的对代表报告，代表就派人去接因，因为因感觉非常见笑。王讲：留点亚里哥，听候喙手发长，才回来。阿文人知因也代表生气，哈伦甲阿文人就派人带34000公斤的银去米索不达米亚、苏利亚、马加、色巴，请战车甲马兵，因请32000台的战车，以及马加王甲伊的军兵，因就来集营伫米利巴的头前。阿文人嘛对因的城出来，组织要交战。代表听见，就派约押带所有勇猛的军队出去。阿文人出来伫城门的头前排阵，其他遐王另外伫野外排阵。约押看见伊的前后拢有对着排阵，就对以色列精兵的中间各拣一寡勇士出来，排阵要抵挡苏利亚人。约押将其他的兵士交予伊的小弟阿比斯，因就面对阿文人排阵。约押对阿比斯讲：苏利亚人若比我较强，你就来帮助我；阿文人若比你较强，我会去帮助你。要坚强，要为咱的同胞甲咱上帝的城勇敢出战。上主会照伊看做好的去做。约押带伊的军队进前，甲苏利亚人交战。苏利亚人战败，就伫约押的面前逃走。阿文人看到苏利亚人逃走，嘛伫约押的小弟阿比斯面前逃走入城。约押就倒转去耶路撒冷。苏利亚人看到家己杀死以色列人，就派使者去幼发勒底河迄边调苏利亚的军队来。合台底下的将军速发带军队来，有人报告代表，伊就调集以色列全军过约旦河，面对苏利亚人排阵。苏利亚人就甲代表交战。苏利亚人杀死以色列人，代表杀死苏利亚的战车兵7000人，步兵4万。
佮杀死叙利亚的将军所发。合大底下的人神看着因杀死以色列人，就甲大卫讲和，归顺伊。对安尼，叙利亚人无搁帮赞亚扪人。第20章，过年春天，列王出征的时，约押带军兵攻击毁坏亚扪人的地，围攻拉伯城。大卫留伫耶路撒冷，约押攻占拉巴，甲城彻底破坏。大卫摕到米勒公头壳顶的王冠，是用大约35公斤的金做的，各镶宝石。人将这顶王冠戴伫大卫的头壳。大卫对城内储真侪财物，佮甲城内的人民掠出来，互因用锯仔、铁耙仔、甲斧头做苦工。大卫拢用这款方法对待亚扪遐个城的人。后来，大卫甲所有的军兵倒去耶路撒冷。后来，以色列人伫基色甲非利士人交战，互杀人西比该杀死一个大汉族的后代，伊的名叫做示派。非利士人就屈服，因搁甲非利士人交战。彼时，埃尼的囝以勒汉南杀死加特人哥利亚的兄弟拉哈米。这人的枪柄亲像这部机的车身遐粗。因搁伫加特交战，伫遐有一个大汉人，手甲骹拢有6支指头仔，共24支。伊嘛是大汉族的后代。这人对以色列的军队呛声的时，大卫的兄哥示米亚的囝约拿单甲伊杀死。这人拢是加特大汉族的后代，拢互大卫甲伊的军兵杀死。第21章，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，激动大卫调查以色列人的人口。大卫对约押甲军队的领袖讲：恁对拔示巴到但点算以色列人的人口，互我知全国人民的数目。约押讲：愿上主互伊的子民比现在增加100倍。我的主，我的王，因兼毋是我的主的人民。我的主是安怎爱要做这个代志？是安怎要互以色列陷落做？王坚持伊的命令，约押就行透以色列全国调查。后来转来耶路撒冷，约押将点算的人数报告大卫。以色列人亚倒的战士有110万，犹大人有47万。毋过，约押无点算利未支族甲便雅悯支族的人数，因为伊仰慕王这个命令。大卫做这项代志，上帝看做歹，就刑罚以色列。大卫对上帝讲：我做这个代志犯真大的罪，求你除去你奴仆的罪，因为我安尼做真戆。上主吩咐大卫的先见加特讲：你去甲大卫讲，上主安尼讲，我用3项灾祸，互你拣一项，我就照安尼做。加特来甲大卫讲，上主安尼讲，你家己拣。3年的饥荒，也是害事对敌，互对敌追杀3个月。
也是三日久，互上主用伊诶剑，就是瘟疫，降临伫以色列全国，施行毁灭。但你着想，互我通恢复找我来迄位。大卫甲加得讲，我真为难，我宁可互上主家己甲我刑罚，因为伊有丰盛诶怜悯，我毋愿陷落伫人诶手。上主就降瘟疫伫以色列，以色列死7万人。上帝找一个天使去耶路撒冷，要甲伊毁灭。当天使要毁灭的时，上主看见就改变心意，无要继续讲这个灾害，就甲第执行毁灭的天使讲：停手，到野啦！迄时，上主的使者徛伫亚布斯人阿伦那的五谷场。大卫抬头看见上主的使者徛伫半空中，手举飞出的剑，经耶路撒冷。大卫甲长老拢穿麻衫，面趴伫涂骹。大卫对上帝讲：下令调查户口的，兼毋是我。犯罪做即个代志、歹代志的是我。遮个无辜的人民拢无做啥物毋对，求上主我的上帝的手刑罚我，甲我的家族，毋通降瘟疫攻击你的子民。上主的使者吩咐加特，叫大卫上去亚布斯人阿伦那的五谷场。伫遐为上主去一座祭坛，大卫就照加特奉上主的名所讲的话上去。迄时，阿伦那在拍马，外头看见天使，甲伊做伙伫遐的4个囝走去面。大卫去到阿伦那遐，阿伦那看到大卫，就对五谷场出来迎接，趴伫涂骹拜大卫。大卫对阿伦那讲：请你将即个五谷场卖我，互我通伫遮为上主起一座祭坛，互全国的瘟疫停止。我用专业的价钱甲你买。阿伦那对大卫讲：我的主，我的王，请你摕去用，照你看做好的去做。我用牛，互你做烧化祭；用拍五谷的器具做柴烧，麦仔做素祭。这个我拢送互王。大卫王对阿伦那讲：毋通，我一定要用专业的价钱甲你买。我袂用得摕你的物献互上主，用白白得到的物献做烧化祭。大卫就用6800公克的黄金，甲阿伦那买迄块地。大卫伫遐为上主起一座祭坛，献烧化祭甲平安祭，佮求叫上主听伊的祈祷，对天降火烧祭坛的祭物。上主命令迄个使者，伊就将剑收起来。大卫看到上主有伫亚布斯人阿伦那的五谷场听伊的祈祷，就伫遐献祭。摩西伫旷野所做上主的会幕甲烧化祭的祭坛，迄个时阵拢伫基本的山头坛。毋过，大卫毋敢去基本求问上帝，因为惊上主使者的剑。第22章，大卫讲：主上帝的圣殿要起伫遮，以色列人要伫遮献烧化祭。大卫下令调集住伫以色列地的外国人，佮派因
会拍接师傅去拍接，为着要去上帝殿，大笔准备真侪铁，做问神的铁钉甲问钮，佮准备做甲袂称得的糖。伊嘛有算袂了的白香茶，因为西顿人甲泰尼人载真侪白香茶互大笔。大笔想，我的囝所罗门要少年无经验，上主的圣殿就起真东方，互伊的名声荣耀透到万国。所以我要为着这个殿准备。大笔就伫还未死以前，准备真侪材料。大笔叫伊的囝所罗门来，交代伊着为上主以色列的上帝起圣殿。大笔甲所罗门讲：“我的囝，我本来想要为上主我的上帝的名起圣殿，毋过上主甲我讲，你不时交战，杀死真侪人，流真侪人的血。你毋通为着我的名起圣殿，因为我有看到你流真侪人的血伫地里。毋过你会生一个囝，我要互伊一生太平，无受四围对敌侵犯。伊的名要叫做所罗门。伫伊统治的时，我要互以色列国泰民安。伊要为着我的名起圣殿，伊要做我的囝，我要做伊的爸，我要建立伊的国权，互伊永远统治以色列。大笔阁讲：我的囝，愿上主甲你同在，互你顺利行通，照伊甲你应允的，去上主你的上帝的圣殿。愿上主使你聪明智慧，遵趁上主你的上帝律法来治理以色列。你若谨慎遵趁上主通过摩西教示以色列的规例甲命令，就会行通。你着坚强勇敢，毋通惊，毋通忍。我辛辛苦苦为上主的殿准备金3400公吨，银34000公吨，做甲袂称得的铜甲铁，阁有石甲木材。这个以外，你通阁加添，你嘛有真侪师傅，拍石的、涂水的、做木的，以及真侪熬用金、银、铜、铁做逐款工业的师傅。你着起来开始做工，愿上主甲你同在。大笔阁命令以色列所有的官员帮赞伊的囝所罗门，讲：上主恁的上帝减无甲恁同在，减无互恁国境平安。上主已经将这个地的子民交互我治理，这个地甲子民嘛归顺上主甲伊的子民。但恁着专心专情追求上主恁的上帝，搁着起来起做主上帝的圣所，通将上主的约柜甲上帝圣的器具搬入奉上主的名要起做的圣殿。第23章，大笔年老，会所族就设立伊的囝所罗门做以色列王。大笔调集以色列的正领袖、祭司甲利未人。利未人30岁以上的查某人，总共有38000。大笔分配其中24000人
管理上主的殿的事务，6000人做官长甲司法人员，4000人做圣殿门口的守卫，搁4000人用大笔所做的乐器称赞上主。大笔将利未的囝计顺、哥哈甲米拉利的后代分配班处。计顺有2个囝，拿单甲示每。拿单有3个囝，大个是亚希，搁有西坦甲约尼。因拢做拿单家族的族长。示每有3个囝，是勒密、哈斯甲哈兰。示每有4个囝，雅合、谢撒、亚欧斯、比利亚。雅合是大囝，第2个是谢撒。亚欧斯甲比利亚的子孙无偌济，所以算做一族。哥哈有4个囝，暗兰、以斯哈、希伯伦甲乌士。暗兰的囝有阿伦甲摩西。摩西甲伊的后代受选派来圣化至圣的物，通永远伫上主面前烧香服侍，奉伊的名祝福。上帝中央的人摩西，伊的后代属利未支族。摩西有2个囝，计顺甲以利以谢。计顺的后代谢伯业是领袖。以利以谢只有1个囝，利哈比亚。毋过利哈比亚的后代真多。以斯哈的囝，大个是勒密。希伯伦的囝，大个是亚利亚，第2个是阿玛利亚，第3个是雅哈西，第4个是亚加面。乌士的囝，大个是比加，第2个是以实亚。米拉利有2个囝，抹利甲莫西。抹利有2个囝，伊利阿撒甲基苏。伊利阿撒死，无囝，只有查某囝。伊的兄弟基苏遐个囝带因。莫西有3个囝，抹利、以德甲亚利摩。顶面遮个人，只有因的家族，拢是利未的后代。逐个人只有因的名登录做族长。20岁以上的人伫上主的殿参与服侍的工作。代表讲，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已经互伊的子民安居乐业，搁伊嘛永远踮伫耶路撒冷。利未人毋免搁供会幕甲服侍用的器具，才有代表最后的吩咐。利未人20岁以上拢得登记，因的职务是做阿伦后代的助手，伫上主的殿服侍，管理遮个亭甲房间，清洁遮个圣的器具，来做上帝圣殿的事务，管理献祭的饼、素祭的面粉、无价的薄饼，以及用蒸盘蒸的甲用油调和的物，搁管理祭物的数量甲大小。因逐日早暗拢得感谢称赞上主。搁伫安息日，逐个月的初一，甲节期照祭物的数量规例，献烧化祭互上主，搁交代因固守会幕甲圣所，协助因的亲情阿伦的后代
管理上主圣殿的事务。第24章，亚伦的后代分做几来的班次。亚伦有4个囝：拿达、阿比户、伊利阿撒、伊塔玛。拿达甲阿比户比因老爸较早死，佫无囝，所以伊利阿撒、伊塔玛担任祭司。大比甲伊利阿撒的后代撒督，以及伊塔玛的后代阿希米勒，照祭司的任务，甲因的亲族分班次。伊利阿撒的后代做领袖的，比伊塔玛的后代做领袖的较侪。伊利阿撒的后代就分做16个班，伊塔玛的后代分做8班。因拢照抽签公平分派。伊利阿撒的后代甲伊塔玛的后代，拢有人伫圣所甲上帝的面前做领导者。伊利阿撒甲伊塔玛的子孙轮流抽签。利未人拿坦耶的囝是玛雅做书记。伫王甲遐的首领祭司撒督、阿比亚他的囝阿希米勒，以及祭司甲利未人的族长面前登录遐的领导者的名。抽到第一个是耶和雅利，第二耶大雅，第三哈林，第四蛇林，第五马基亚，第六米亚民，第七哈格苏，第八阿比亚，第九亚苏亚，第十苏加尼，第11伊利阿西，第12雅金，第13欧巴，第14亚西比亚，第15贝加，第16因麦，第17希西，第18哈佩西，第19比他希亚，第20以色列，第21雅军，第22加末，第23第莱雅，第24马西亚。这些人拢照因伫上主的殿执行的职务登录。这个职务是因的祖先亚伦照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吩咐的规例制定的。利未其他的后代记伫下面。暗兰的后代有谢伯业，谢伯业的后代有亚希地亚。利哈比亚的子孙中，以实亚做头。以苏哈的后代有示罗摩，示罗摩的后代有雅哈。希伯伦的囝大个是亚利亚，第二个是阿玛利亚，第三个是雅哈西，第四个是亚加面。乌士的后代有米迦，米迦的后代有沙密，米迦的兄弟是以实亚，以实亚的后代有撒加利亚。米拉利的囝是莫利甲摩西。亚西亚的囝有比纳。米拉利的后代亚西亚的子孙有比纳、索罕、萨克、甲伊比利。莫利的囝是伊利阿撒甲基苏。伊利阿撒无囝。基苏的后代有亚拉别。摩西有3个囝，莫利、伊德甲亚利摩。这个是利未的子孙，照因的宗族登录。因
甲因的亲族阿伦的后代相款，无论族长也是少年人，拢平平伫大比王甲撒督阿希米勒祭司以及利未人的族长面前抽签。咱今仔读圣经节伫历代志上卷第19章到第24章。